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你們需要教育嚟到這裏的人們，如有必要，你們必須發表演講，你們要激勵他人，使組織變得強大，你們要更好地自我組織，選出一兩個，你們將在這裏唱歌、演奏樂器，並進行其中 key attend。你們可以穿着從腰部到整套西裝的任何服裝，讓別人理解這是你們的職責。如果你們有50人參加，決定誰先誰後發言，然後開始。不要浪費哪怕半個小時。你們應該確保組織變得強大並開始傳播。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活動，大家都應跟隨旋律共鳴。人們應從你們身上學到這個組織是多麼的美好。臨近結束時，讓大家唱歌，像正常課程一樣做好安排，讓每個人都了解活動安排和職責。你們應該自發地完成自己的職責。你們必須在公交車和電車上發傳單。你們的責任是傳播，不論對錯都無所謂。要觀察公交日和電車日，一個人待在公交車的上層甲板，另一個人在下層甲板。在電車上，一個人在一等車廂，另一個人在二等車廂。你們必須無論如何都要傳播，在50人中，至少會有4人加入。